我想要跟你商量一件事。先坐好了说话。什么事？就是啊，我想要搬来住。那是你一个人呢，还是两个人呢？哎呦，你也知道嘛，我交了男朋友以后，学校宿舍就不能让我们两个进去了啊，而且我们又没有钱在外面租房子。所以我一定就想到你啦。谁叫你是我爸嘛？你不说话，就是默认了。老爸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，谢谢老爸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啊，在这儿住。这是什么片儿？老爸，你现在能不能敲门？能不能敲门？什么事儿？跟你借个东西，有什么东西啊？借个套，什么套？保险套啊。我给你找去啊！我给你找去。哇，处理公事啊！都在这儿，都在这儿，你拿好了啊！反正我用不着来，起来，起来。带上门。什么呀？什么事儿呀？我不干。干死他！
我们俩真的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。我也许对你来说太老了，你应该去找个年轻的、更适合你的。也许我只适合做你爸爸。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没什么，昨天晚上没睡好。跟他谈过了？还没呢。我知道你最近确实比较烦，你和唐敏熙的关系确实是需要调节一下，否则后面的事情更难办。我当然知道。啊，我还有个事儿找你。我现在还挺忙的，一会儿去找你，行吗？哎，你把公司的第一笔生意的所有的资料给我拿过来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，也不要备份。对，谢谢。林总，您要的资料。啊，放在茶几上的。林总还有别的事吗？没了，谢谢。